大家好，我係 Jonas。與神談生死11，你的存在是神存在的證明。而家我係想退回一啲你之前講過話，介紹一啲關於生命嘅基本靈性準則，等人容易理解生命同埋死亡。雖然你已經提到咗幾個，但係我仲係想問，有冇一個生命嘅基本準則，可以喺一瞬間幫我哋打開咗通往更深領會嘅門戶？有嘅，呢個就係第6個憶起。你同神係一體嘅，你哋之間並未分離。對某啲人嚟講，呢個或者係非常基本嘅資訊，但係你能夠將呢一條基本嘅生命準則應用到人生入邊，你就能夠全然掌握之前所領悟到嘅，以及之後將會領悟到嘅所有憶起。第6個憶起嘅含義係宏大嘅。如果你明了自己與神為一體，你哋之間並未分離，咁你人生中已經發生嘅一切，正在發生嘅一切，以及將要發生嘅一切嘅意義與情景，都會隨之改變。舉個明顯嘅例子，理解咗你與神嘅合一，會讓你唔會咁難憶起同埋接受以下嘅真相：你係你自己死亡嘅因，世上冇受害者，亦都冇加害者。你可以讓你通往完成嘅路更加暢順，亦都讓你嘅死亡更加平安。顯然，你呢個個體並唔能夠代表神嘅整體，但你嘅內在有神一切嘅屬性、一切嘅面向、一切嘅成分。神係你，顯而易見。事實上，神係一切，冇乜嘢唔係神。我經常聽到我之於神就有如波浪之於海洋嗰種比喻說法。我哋係同樣嘅材質，只不過喺規模上唔同。呢一個比喻被用過好多次，係一個恰當嘅比喻。現在讓我哋嚟定義一下呢一個海洋。我哋先假定神係造物主，極少有相信神嘅人會唔同意呢一個講法。神的確係造物主，咁意味住你亦都係一個創造者。神創造所有嘅生命，你創造你所有嘅生活同人生，就係咁簡單。以呢一種方式嚟思考，你就得以將佢保存喺自己嘅意識中。你同神一直都喺度創造，你係喺微觀嘅層次創造，而神係喺宏觀嘅層次創造。明白嗎？哦，係啊，我明啦。波浪同海洋間就並冇分離嘅，一啲都冇錯。波浪係海洋嘅一部分，係喺某種嘅方式呈現出嚟嘅海洋。波浪做嘅係同海洋一樣嘅事，只係程度唔同，程度較少。完全正確，你係我以你嘅方式表現出嚟嘅我。冇海洋，波浪就冇成為波浪嘅力量；冇我，你就冇成為你嘅力量；而冇你，我嘅力量就無法顯現。你嘅喜悅在於使我顯現，人類嘅喜悅在於顯現神。哦，又係一句箴言。呢度仲有一句：生命係物質化嘅神。
要知道，生命唔係只以一種方式呈現出神嘅物質化形式。有啲波浪好小，僅僅係一個漣漪；有啲波浪好大，如同雷鳴般咁湧過。然而，無論係微小或者巨大，波浪永遠存在。海洋中冇一刻沒有波浪，儘管每個波浪都有所不同，但係冇一個波浪係同海洋分離嘅。差異 difference 並唔意味住分離 division， 呢兩個詞唔可以互換。你同神有差別，但係你冇同神分離。你同神並冇分離呢一個事實，正係你永遠都唔會死嘅原因。波浪衝上沙灘，但係佢並冇消失，只係改變咗形態，然後又退回海洋。每當波浪衝上沙灘，海洋並冇變小，相反咁，波浪嘅到嚟展現同埋透露咗海洋嘅浩大宏偉。而當波浪退回海洋，佢又恢復咗海洋嘅榮耀。波浪嘅存在係海洋存在嘅證明，你嘅存在係神存在嘅證明。咁我要將一個貼喺我嘅雪櫃上面，你嘅存在係神存在嘅證明，真係太正啦！呢個解釋係咁簡單，係又咁優美。所以當我哋講自己死去嘅時日係由神，而且只有神決定嘅，我哋其實係講人類亦都參與咗呢一個過程嘅一部分，因為人類正係神嘅一部分。冇錯，完全正確。當我死去嘅時候，我嘅死亡係經由我發生，而唔係發生喺我身上。係啊，而家你以另一種嘅方式嚟睇呢個事物，你喺度改變你嘅視覺，而咁會改變你嘅感知，跟住亦都會轉變你嘅經驗。感知創造經驗，但係最後我仲係有一件事我仲未搞明白，點解我會選擇死亡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因為你完成咗、結束咗、圓滿咗。